啊，这个涉嫌放火27岁的男子，当时企图要来逃走，马上就被警察甲抓起来。附近的店家讲，这个男子伫火烧进前就烫车卡，伫现场咧徘徊，规个人看起来真无正常。因拄啊想要来报警，想袂到这个男子就行入去店内，拍开这个加速桶，切赖达来点火。这个店内的人客大家惊一个，总走出来。这路口监视器嘛来翕到惊险的一瞬间。 伊就是涉嫌放火27岁林姓男子，犯案了后准备逃走，去予警方当场抓起来，压制在地。男子头咧咧拢无讲话，路口监视器甲过程拢翕落来，警方到现场准备调查。 但是男子行入去店面内底，拍开瓦斯点火，内底人客看到这个人小狂激动，惊甲拢走出去。警员随走出来嘛，边啊全部咧食宵夜，全部拢走出来，起火啊啦，起火啊！店头家讲，男子离犯案进前行为就足奇怪，引起因的注意。我敢若有食到，敲电话报案啊，对啊，我未报案，伊就点火啊。逗留蛮久了，应该10几20分有，就是打着赤脚这样。男子足紧的去予警方制服，消防队赶到现场，但是火已经开始弹开。 他只有坦诚，因为心情不好，打开瓦斯后用随手的打火机点火。这场大火有3个人受到轻伤，放火林姓男子是不是有地缘的关系？又搁是为什么要放火？警方还搁咧调查。